你拿出来之后呢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前面、后面、左边、右边，也从100公尺的，大家掌声欢迎金曲歌王许富凯，谢谢，尖叫声。台尬红爱黑许富凯，15年安之谁？谢谢。首歌，叫做《咱的感情亲像热天》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最近的心情随着天气在变化，遐尼多做袂完的代志，为着啥愈来愈冷的时机，嘛是爱打拼，希望总有一天成功找着我，好佳在身边有你遐多。好嘛是，咱嘛要来做伙事人，不输阵。虽然情嘛已经是寒天，但是咱的感情亲像热天。你能手可以借我吗？有啥物快乐，咱斗阵欢喜；若有烦恼，互相安慰。啥物好？热天，谢谢你们给自己掌声加尖叫声，谢谢。Hello， 你们好，后面朋友，谢谢。最近的心情随着天气在变化，遐尼多做袂完的代志。为着啥愈来愈冷的时机，嘛是爱打拼，希望总有一天成功找着我，好佳在身边有你遐多，好嘛是咱嘛要来做伙事人，不输阵。虽然情嘛已经是寒天，但是咱的感情亲像热天。互相安慰，啥物好康歹康无分我甲你，因为咱的感情亲像热天。双手借我，有啥物快乐，咱斗阵欢喜；若有烦恼，互相安慰。啥物好康歹康无分我甲你，因为咱的感情亲像热天。亲像热天，永远咱的感情亲像热天。谢谢你们，最热情的尖叫，男神啊！谢谢大哥，谢谢，我们给我们的主持人大哥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很辛苦，很辛苦，谢谢。你都出油了，流汗了。富凯，你知道吗？每一次看到你演唱，我都非常感动。你知道这一些你的歌迷们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他们呢跟着你从南到北。真的谢谢我的粉丝，他们非常辛苦，对。尤其其实为什么会邀你？除了你非常棒的一个歌唱魅力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因为你最强的亲和力。而且我们新屋呢，虽然是客家庄，但是我们要透过您，因为你来我们新屋表演过很多次，来桃园更是无数次。你这么喜欢我们的新屋所以来讲，我们也希望说你能够跟我们客家朋友们来教一点点的一个客家话吗？是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本身我讲台语我本身是高雄旗山人。我常常去那个客家庄的时候，我都会讲说我是住旗山，但是呢，我厝边的乡是美浓。美浓，对，所以小时候美浓人，美浓，对，海军也是美浓。是的，是的。但是告诉各位今天我们富凯诚意很大诚意很大，特别有准备。听
听说你练了749天，会唱了一首客家歌。我跟你讲，我原本会唱的客家歌叫做客家本色，对，但是我今天来一点不一样哦。因为这一首歌原本我小时候要去美浓客家庄歌唱比赛，但是因为那个身体为恙，我就没有唱了。但是这首歌还记在我脑海里面。哦。但如果我发音不是这么标准，请大家多包涵，因为谁会安谁会安将，谁会安将，就像那一匹马。哇，很棒，对不对？不过富凯，你刚刚讲要唱的这首歌，应该不是这首。不是，是一首客家歌，真的这首歌。我相信很多客家朋友也都没听过哦，真的吗？大家想不想听？想。太小声，那边朋友想不想听？这边朋友想不想听？大家要不要听？好紧张哦！我唱看看，我唱看是，不要怕，叔叔在旁边保护你，叔叔啊，大哥。好，我来唱这首歌叫《望南回乡》。哦，大家知道吗？是。我昨天有梦到过，有梦到过吗？那我试看看你听看对不对？人海茫茫，等情浓，万人的爱心悲伤。抬头看，满天星光，那的星光就爱落。天哪！各位，我被唱了。对。望穿秋水来去送，为何不见你回乡？浪啊浪，你不可再到处流浪，流浪สู่风霜。第一个把客家歌唱着拥有闽南精神的，不过诚意十足，对不对？诚意十足。刚刚来的车上一直在复习，想说这样到底对不对？冲啊，把胸动冲，可以吗？还可以，很好，真的吗？因为我之后想要发客家专辑啦。哦，没有，先让你们听看看，如果 OK 的话，我再来试看看这样子。好啊，好啊，很棒，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用这首歌来讲出专辑是绝对没问题。因为台湾呢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国家，是，然后呢可以包容应该是说很可以接受任何我们族群。没错，融合这样子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如果有希望有这个有朝一日可以唱到一首客家歌，也是我真的很荣幸。是啊，富凯，其实呢有很多的一个闽南或者个国语歌手都很喜欢来桃园，尤其新屋这边。是，你知道新屋这边呢有一个很有名的渔港，专门卖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海鲜吗？你喜欢吃海鲜吗？我非常喜欢吃海鲜。好，请问一下，这附近最有名的渔港？请问叫什么名字？我绝对没有告诉你是永安渔港哦。好紧张啊！永安渔港，我也讲出来了。有吗？我有讲吗？没有好，那没有关系啊。大姐好可爱哦。是啊。大姐什么渔港？来，恭喜送你一个啦！恭喜。谢谢，是有我的签名哦。好，谢谢。富凯，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哈，就继续来问我们演唱会很多的一个朋友，请问这问题很重要，富凯你自己来挑选。请问我们许富凯每天晚上的几点睡觉？1、2、3。太难了吧这个？来，你们选。这个太难了，你选。我的时间都很不一定哎。对。来，这边他们随便讲一个，来，好来几点？3点。可以啦，因为我1到7都在睡觉，1到隔天的10点都在睡觉。对，好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。好 ，OK，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是啊，可以啊。因为刚过来的时候，我想要跟大家讲，因为下个礼拜就是妈祖的生日。对，那我想要问一下，请问这一间庙的名字叫什么？很简单。来，什么？天后宫？什么天后宫？就天后宫吗？新屋天后宫，恭喜！谢谢。各位，那我们就请富凯继续来。我继续唱歌吗？对，因为我们很想听富凯继续唱歌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好，接着呢，他来这一首《提供跳拱狼》，刚好在妈祖庙前面唱给大家听，希望大家
我们用最虔诚的心，希望妈祖保佑我们都平安健康，带来这一首《天公跳舞郎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不管任何的族群，新屋的美值得推广，欢迎大家来新屋。来，各位一起来哦！谢谢。感情无必要假扮，阮是做平平凡凡，爱是一生的希望，无该轻易就永远，缘分无必要操烦，无形线别人的红，爱永远的。用真心来相等，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我永远陪伊去天边海角，相信天公拢会相信一摆我无看着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可能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风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听到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谢谢你们，待会再大声一点好不好？相信天公一定，好不好？感情无必要打扮，阮是做平平凡凡，爱是一生的希望，不该轻易就永远。缘分无必要操烦，无形线别人会红，爱永远的世界，阮用真心来相等。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，会当永陪伊去天边海角，相信天公拢会相信一摆我无看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可能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听梦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相信天公拢会相信一摆我无看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甜蜜可能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。爱不是一场梦，只要有你听到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谢谢天公听公啦，谢谢。刚刚你们好棒，唱得很大声哎，太好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，我忘记要唱什么了。安心。好，讲到这一首歌呢，
有2件事要请大家跟我一起做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一件事呢很简单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在妈祖庙面前比这个爱心呢，代表呢我们对妈祖的爱非常非常的大，所以呢，今年我比这500比5比5比，来，我们比一个爱心，全场一起哦。哦，哪边探多少几年就这一次了哈。很好。然后呢，嘴上呢跟我一样念出2个字，非常简单。来，我的粉丝来，来，我们比一个爱心，来，1、2、3，带来这一首《咪就会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哎，怎么没有听到尖叫声呢？好可爱，谢谢新屋的朋友，谢谢。吹啊吹来人满满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拍衫。今夜的天星，你一定知影，是情人思慕的心情。又搁是3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一样哦，双手借我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一起来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我们可以停个5秒吗？来啊！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来，谁大哥拍一下哦！历史性的一刻拍一下，谢谢你们。又是3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照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全场一起，你是我最爱的，很棒，很棒，谢谢。我们可以再比一次爱心，我跟你们合照一下吗？可以帮我跟他们戴
跟大家拍一下照片吗？来哦，你们爱心要比起来哦，大家一起来，对，一起哦，一起来，好，一起来，各位，我们许富凯的爱心，相信爱快许富凯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那个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左脸比较好看，待会都帮我开头发。是。不错，富凯跟我一样，我左边的牙齿才刚修好，刚修好是不是金色的，对不对？一码哦。好，最后呢，带来这一首歌，希望祝福我们新屋所有朋友平安健康。带来这一首歌《就红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最近天气比较热，要多喝水，补充水分哦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要去那个永安渔港的举手看看。啊，你们要去吃好料的哦。有从永安渔港过来的朋友吗？哎。3月的香味，幸福的香味，阮美丽有你的情景。离开已经遐多年，拢无你的消息。你敢有找到你的春天？花开已经过时，唔通搁再等你。阮亲像袂开的花蕊，青春已经褪了色，也无人来同情。若爱你，哪通挽回你？就乎你平平安安、舒舒服服，顺着你的心。爱你的人踮心边照顾你，就乎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雨的旁边。若是寂寞的时候，不想你。在这边呢，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你们，也谢谢现场所有新屋的朋友，再次谢谢你们来参加这么美好的活动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来，当我说1、2、3，大家喊许富凯我爱你，好不好？1、2、3。已经过时，唔通搁再等你。阮亲像袂开的花蕊，青春已经褪了色，也无人来同情。若爱你，哪通挽回你？就乎你平平安安、舒舒服服，顺着你的心。爱你的人踮心边照顾你，就乎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雨的旁边。若是寂寞的时候，不想你，就乎你平平安安、舒舒服服，顺着你的心。爱你的人踮心边照顾你，就乎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雨的旁边。若是寂寞的时候，不想你。谢谢现场的朋友，也给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热情的掌声，他们非常的辛苦。来哦，热情的掌声给他们一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希望下
下次还有机会来到新屋跟大家见面，唱歌给你们听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，我们嗨摆，我们再请副。